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一个复杂而带有导向性的过程。当你向别人诉苦时，你就像是揭了一层对自己最脆弱也最秘密的面纱。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被理解或充分被接受的行为，因为人性自身就存在凸显之处。大部分人更重视的是自己的判断、别人的利益，而非真正在意你的感受。诉苦是否真的有效？你向别人诉苦，这个举动表面上似乎是希望寻求支持或同情，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首先，当你暴露自己的软肋时，别人对你的看法也会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未必是善意的，多数情况下反而会成为轻视的来源。这种轻视可能源于他人对弱者的本能排斥，或是源于一重优越感的滋长。更糟糕的是，诉苦本身未必能解决问题。当别人提供的安慰只是形式化的虚情假意时，你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更大的失望。人们往往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情绪外化到别人身上，从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但这种方法的实际效用却微乎其微。此外，频繁地向他人倾诉困难，还可能让人对你产生负面的印象。例如，他们可能认为你是一个习惯于抱怨、缺乏解决问题能力的人。这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会使你在人际关系中处于劣势。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人际孤立，因为没有人愿意长期承担别人的负面情绪。为何弱者讯息会导致更多轻视？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强者被视为成功与力量的象征，而弱者则容易被忽视甚至鄙视。当你表现出过多的情绪或软弱，这些讯息就像一种信号，无形中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容易被攻击或忽略的人。人们对这种信号的反应通常是远离或者轻视，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一个问题缠身的人成为同伴。此外，展示弱者特质还可能引发他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可能会认为你的问题也可能成为他们的负担，从而选择疏远你。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却对情感的建立与维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更深层次来看，社会心理学指出，人们倾向于对弱者或表现出脆弱特质的人产生一种责备受害者的心理倾向。他们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既然你陷入困境，那么一定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努力或者犯了错误。这种认知偏差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你的轻视，甚至可能导致更加冷漠的态度。隐藏情绪的技巧与策略。既然暴露脆弱会带来这么多负面影响，那么学会隐藏情绪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能做到完全不带情绪，那至少要学会在适当的场合和对象面前表现出冷静与克制。1. 控制情绪反应。面对困难时，先尝试稳定自己的情绪。深呼吸，冷静思考，避免立刻向外界表达负面情感。可以训练自己在面对挑战时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2. 选择信任的对象，如果确实需要倾诉，选择那些真正关心你并值得信任的人，而不是随便找人诉说，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同时，倾诉时应注意语言的选择，避免过于情绪化的表达。3. 强化内心力量，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对他人情感支持的依赖。当你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别人对你的态度也会因此改变。内心力量的来源可以是阅读、冥想、体育锻炼或者学习新技能。4. 建立积极的形象，即使在困难面前，也要努力保持乐观的态度。这不仅能让你自己感觉更好，也能让别人对你产生正面的评价。乐观的人往往被视为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制造问题。5. 练习情绪管理技巧，可以通过冥想、运动或写日记等方式来疏解压力，从而避免将情绪直接表现在外部行为中。这些方法不仅能帮助你保持冷静，还能增强你的心理韧性。6. 培养应对能力，学会应对批评和挑战，培养自己在压力下的适应能力。当你能够从容面对困难时，别人也会对你刮目相看。情绪隐藏与真诚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隐藏情绪并不意味着完全压抑自己，也不意味着拒绝与他人建立真诚的关系。事实上，适当的情感表达是人际交往中的必要成分。然而，这种表达需要基于智慧与策略，而非单纯的情绪宣泄。例如，在职场中，过于情绪化的表现可能会让人质疑你的专业能力。
而在亲密关系中，过于隐藏情绪又可能导致沟通不良。因此，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维护自己的形象，又能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成为坚强且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坚强的人总是更容易赢得尊重与信任。这种坚强并不是冷漠无情，而是一种能够有效管理情绪、理性面对困境的能力。当你学会了隐藏情绪，或者至少在适当的情况下表现出坚定，别人就不会轻易对你产生轻视。坚强并不意味着孤立自己，而是选择性地展现自己的情感。适当的情感表达可以增进人际关系，但过度或不当的情绪外露则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因此，找到一个平衡点尤为重要。情绪管理的价值。情绪是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当你学会将情绪转化为推动自己的动力，而非阻碍时，你的生活质量将大幅提高。这需要你具备一定的智慧与自我掌控能力，也需要你对自己的情感模式有清晰的认识。此外，情绪管理能力还与职场表现密切相关。一个善于控制情绪的人，往往能更好地应对压力，并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他们不仅能赢得上司和同事的信任，也更容易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实现职业发展。情绪管理能力同样对家庭生活至关重要。在亲密关系中，善于处理情绪的伴侣更容易与对方保持和谐与稳定。他们懂得如何在冲突中保持冷静，如何用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增强彼此的信任与亲密感。最后，你需要明白，隐藏情绪并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情感管理。这种能力不仅能帮助你应对外界的挑战，也能让你在内心世界中找到更多的平静。